咱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規則。嚟到禮拜四晚黑後，同大家共同關注嘅係一年外交問題。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邀請到嘅專家係來自四方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嘅范學平范主任。主任你好，沈先生好，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今天主題是從斷交來看外交。那首先我想從多米尼加這個國家來談起，因為這2年我們看到巴拿馬看到聖多美普林西比，其中多米尼加比較不一樣，就是說它畢竟跟我們有77年的邦誼，那在這當中它並沒有離開，然後再一次跟我們建交，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能不能說多米尼加比較不像是那種外交的投機客？應該這樣講啊。其實多米尼加跟我們的關係當然很深厚，但是事實上，它長期以來也是不斷的要求我們給予它經濟援助。那我們看到這2天，這個前駐多米尼加大使馮基台啊，他也接受媒體訪問，也提到他從2003年到2006年曾經擔任過駐多米尼加大使，他覺得這個國家其實是貪得無厭啊，應該這樣講，因為他一直要求我們給予他非常多的一些經濟上的援助，是那包含像就是說，我們今年也特別提供了多米尼加的這個所謂的軍事援助，包含這個悍馬車等等。但是呢，卻忽然的這個跟我們這個斷交啊，那也就是說，他拿到他要的東西之後，他就開始翻臉不認人了。那我覺得就是說，馮大使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外交官，那也在馬政府時期也擔任過駐日代表，所以我相信他的說法應該是比較中肯啦。就多米尼加這個國家，事實上他一直在他也知道我們需要他。所以他也不斷的給予我們這個要求經濟上的援助啊，但是事實上就是說，我們知道兩岸之間，一方面是綜合國力的差距，那中國大陸現在來講，它的綜合國力提升了，它有更多的這個經濟能力了。第二個就是它的外交預算是不透明的，它不像我們這個台灣還是要經過立法院的監督，所以它給多少就多少啊。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是30億美元對我們的10億台幣，那他們就是900多億了。對，沒有錯，就是說，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台灣跟中國要打這種所謂的外交戰，其實相對來講，特別是像多米尼加這種比較中型的國家，如果是比較小的國家來講，我們相對比較有優勢。就它比較小，它要的可能也不是太多，它也不可能要的天文數字啊，它不可能就是要的，它可能就是1億2億就 OK 了。所以呢，就變成說我們還有能力去 handle。還有就是說，像有些國家，我們基本上是通過別的方式。啊，例如說用醫療的方式啊，來做這個給予他們像一些我們中南美洲一些小島的一些國家，他們需要的是台灣的醫療啊，所以像多米尼加這種比較中型的國家，他可能更在乎的是跟中共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像中共跟多米尼加的經貿關係還蠻密切的啊，基本上是多米尼加在第2到第3個經濟夥伴，所以在相對來講，台灣跟多米尼加沒有什麼經濟的關係，所以他當然就很可能就會投向中國那一邊。那我們往以後來看哈，現在假設多米尼加的斷交，其實在之前我們就已經看到一些警訊。如果用警訊這個角度來切入的話，其實在年初的時候，當時還是李大為李部長，還不是吳部長的時候，他就要去訪問我們在加勒比海的3聖，還有聖克里斯多福、聖尼維斯這些。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本來是要為蔡總統出訪來鋪路嘛，可是顯然沒有奏效。那他就選在現在這個時間點斷交，我們能不能從他這個時候斷交這個時間點看出什麼端倪？我覺得多米尼加希望跟中共建交，應該不是1天2天的啦。啊，如果說他們駐中大使說6年前就想對，所以如果你再以馮驥台的這個說法來講的話，那距現在應該是12年以前了。就是說那個時候大概就有一些跡象，但是並不，但他當時可能台灣這邊願意給他比較多的援助，所以他可能還是覺得在台灣跟我們建交還是有一些利益可圖。可是隨着就是說中共他的這個願意給的籌碼不斷的加大，他的意圖就更加的明顯。所以說6、7年前就有這個動向，我想應該是如此。那更重要，但是現在就是看中共什麼時候點頭了。因為我認為多米尼加應該是比較主動的角色，中共是本來是比較被動，是啊。所以你說這個跟這個外交休兵有沒有關係？我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就是說在馬英九時期，可能多米尼加想跟中共建交，那中共就不願意。那現在對他來講，對中國來講，他覺得跟多米尼加建交可以。一方面，我覺得他是針對台灣；第二方面，他是針對美國。但我認為針對美國可能還比針對台灣還要多一點。啊，就是針對美國的部分，待會我後續有問題再請教教授。如果照這個脈絡，其實我們知道蔡總統上個月出訪到非洲去，那原本非洲我們現在有2個友邦，史瓦濟蘭他去了，另外一個是布吉納法索。對，當時我們其實有意讓總統也到布吉納法索去，可是對方卻講說，另有公務。我的媽呀，一個國家
邦交国的元首要来，你竟然还另有公务。如果说从警讯这个角度切入，会不会接下来我们也得担心布基纳法索？是布基纳法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下一个有可能被中共挖走的啊。当然，我觉得中共现在不急，他就是一步一步来嘛。当台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或者说中美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可能跟台湾有关的时候，他就拿一个邦交国来作为他某种内部的压力的一个宣泄的管道。就像我们看这次的这个多米尼加，我觉得啦，挑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因素。你说赖清德院长在这个立法院再度提到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台美关系，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应该是说台美关系最近的一些大幅度的发展。因为我们说赖清德讲话，他去年11月份他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在立法院就已经讲过了。当然那次跟这次，其实如果真的要报复，应该是去年就报复了，结果没有。那我觉得最近还是，当然你说这次赖清德院长讲话有没有影响？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是很多案例加起来了。赖清德讲话可能是一个，然后再加上就是川普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啊，就是美国参众议院通过全票通过，然后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加上这个美国同意啊，对于我们台湾国建国造的自制潜艇的部分是啊，他给予技术上的一个输出许可，等于帮台湾要建造潜艇的。好，再来就是台美的国防工业会议即将在下个礼拜在这个高雄举行。那这次是首次在这个台湾举行，过去都在美国啊。那所以种种的，还有就是说像这个很多说这个 AIT 的大楼即将在5月的底要出到6成，听说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 可能会来参加。那这个当然也是传言，但是我认为中共这时候出手，就是说主要是对台美关系，就是你美国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给予台湾太多的帮助。另外，当然也是中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中美贸易战即将开打，努钦现在在北京。对，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不单单是台湾的一个因素，也是美中台三边的因素，让中共觉得压力很大。例如说台湾旅行法，它可以说是自台湾关系法之后的再一个用法律来规范这个台美关系。可是老师，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当初的国防授权法其实通过之后，什么都没有对，所以台湾旅行法可能也只是一个空的壳子在那边而已。对，没有错。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啊。但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啦。我们知道就是说，当讲到国防授权法，当然每年都有签署，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比较例行性的那它的冲击不会这么大。但是台湾旅行法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那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台湾安全法，是也在国会里面。变成说你现在就是说对台湾的关系有台湾关系法，又有台湾旅行法。那台湾旅行法当然了，它没有拘束力啦，但是它给予了美国总统未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我未来，例如说台湾的总统可不可以访问华盛顿？可不可以直接在美国访问，或者台湾的高级的这个官员、行政院长，或者台湾的国防部长，可不可以进五角大厦？这都提供了他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在之前我自己就预测了我在我的脸书上也讲，还有在媒体上也说，我说台湾旅行法签署之后，台湾可能要付出代价，这我已经预告过。我们还没有享受到美好的果实，却要先付出代价。对，就是可能会损失到邦交国。老师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一段分析，我们都隐约可以感受得到，在谈外交，在谈台湾的外交的时候，其实跟两岸关系不但不能分割开来，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是两岸关系依旧在我们的外交关系之上。老师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然舒淇老师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两岸关系高于国际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较不一样，是在于说，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就是我们讲这个东西，大概是在说美国跟中国关系。我想苏老师当时提的概念是说，美国还是想跟中国合作，是。然后台湾你不要形成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你如果形成 trouble maker， 像陈水扁时期的时候，那你就被美国跟中国联手打。可是现在比较不一样的是，美中的竞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台湾成为一个美国的一个某种程度它的一个筹码的时候，我认为两岸关系是不是还高于国际关系，可能未必。我觉得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现在应该是平等的，平等看待。那特别甚至我觉得国际关系可能还高一点。为什么？你看最近不只是澳洲非常重视这个南海的问题了，是现在连这个法国他都说他要跟澳洲合作，在南海问题上
有所这个更加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现在已经把欧洲的角色都放进来，那更不要讲日本，日本过去只重视东海，他现在也重视南海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重要性，虽然我们中共不断打压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台湾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断在增加的。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接着我想要请教，因为蔡总统其实上任之后，他不断强调他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那显然对岸不吃这一套，然后现状也不是我们单方面所能维持的。那这个维持现状的这个两岸政策，试行了2年，现在我们能不能说它必须到一个调整的时机了？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过去我想跟盛贤兄我们在节目上都谈到，就是我一直认为对两岸关系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认为说一开始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不会有水崩式断交，对，我觉得不会说断交，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对习近平来讲，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是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包含我们看到他从蔡英文上来之后的3个邦交国，包含巴拿马，包含圣多美，我认为这两个邦交国的断绝。其实都是有因素的啦，它不是它的因素大概像是这个圣多美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当时就是川普的跟蔡英文的通电话是上任前对，等于说通完电话之后，圣多美就断交了。对，那这个就是说当中国内部有压力的时候，他没办法跟美国这个呛虾，他就找台湾开刀。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圣多美的断交其实就是跟蔡英文跟川普通电话完之后，中国感到很大的压力，就过去没有的那怎么办？那我就找一个圣多美来开刀来给台湾示警，也给美国颜色看。那巴拿马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访问这个美国，到海湖庄园之后，那这个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攻击，就在川普到了海湖庄园那天晚餐的时候，这让习近平很没面子。另外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之间，他们每次见面，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基本上是不谈台湾问题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让中共也某种程度下不了台，所以他又拿了这个巴拿马来做。这个也是一个杀鸡儆猴那因为特别是巴拿马，它跟美国关系很密切。那因为它是美国后院里面非常关键，因为特别有巴拿马运河，所以我觉得拿巴拿马其实某种程度是更重要，我是打美国的脸那这次这个我们讲多米尼加也是我刚刚讲过的因素，所以其实中共他在拿台湾邦交国，他不是无的放矢的，他是有目的性的。所以接下来你说会不会是布吉大法索？我觉得很危险，但是他还会再挑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他做这些动作有什么目的？第一个，告诉我认为主要是对内宣传，就是说，你看吧，你蔡英文你跟美国关系好，或者怎么样，我就是来打你一巴掌，让他内部的人觉得说，你看我们对台湾还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还是可以介入的。另外，也是对美国做警告，你不要太过分。我现在不但是挖你的巴拿马，我还挖你的多米尼加，那等于说这都是你美国的后院，我已经可以颠覆你的后院了，你不像你过去那么神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对内部做宣传，也在激励他内部的一些民心，就是说你看嘛，我们现在的外交实力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OK， 上半场我们先谢谢范主任这么精辟的分析。先结困者，讲这个国内了解，其实台湾今年就动作变化，包含两岸的和平会談之後，以下全部落見全面，如果見面，到底外在環境的改變對兩岸關係、對東亞和平會有哪啲影響？先聊一下，我們去講來。跟大家转到讨论的现状，其实的关注外交的挑战。老师，我们讲外交的挑战，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两岸关系，我想要谈一下从大环境的转变。比方说，现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正派了这个带队在北京要谈美中贸易问题。那第二件事情是刚落幕这个文在寅跟金正恩的会面。在朝鲜半岛，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和平的气氛的转变，好像对于整个东亚局势也带来一些感染。我想要请教老师怎么看，就是这些大环境的转变，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半岛现在可能中战之后，就下一步可能是谈和平协议，所以大家也会听到两岸这些大环境的转变，
对于两岸关系，或是对于我们自己会有哪一些挑战？那一样会创造哪一些机会？我想挑战跟机会有时候是相呼应的，有挑战但也有机会。例如说，我们看到中美的这个贸易大战，那这个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晶片啊，实施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制裁，特别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禁止啊输到这个对美国输往中国的晶片予以限制啊，那就会影响到像这个中芯半导体这些中芯电信这些公司影响。那因此我们知道，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有没有机会？某种程度有机会，我们台湾也有生产半导体嘛，所以这对台湾来讲，可能未来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可能性就增加啊。那另外就是说，你看就是南北韩的这个和解，包含就是金正恩到北京去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又跟文在寅见面，现在可能要跟川普见面。是。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如果说国际间解除了对北韩的经济制裁，那我们知道台湾跟北韩的关系也过去很密切。在没有制裁之前，台湾大概是台湾跟北韩之间大概是台湾是北韩大概是第5到第6个贸易伙伴啊，所以两个国之间，我们跟他买很多煤矿、煤炭。然后也跟他进口人参等等啊，还有一些矿物。那他跟台湾买了很多这些所谓的像资通信的产品，甚至我们也曾经看过金正恩用的手机是 HTC 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当然是台湾的机会了啊。但是挑战来讲，就是说，我们知道当中美两个大国越来越对立的时候啊，不只是经济战，我们看到这样经贸战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科技战。刚刚讲晶片的问题啊，那另外就是像美国最近还要对这个中共的对骇客的问题，甚至对华为手机的问题，是吧？甚至未来连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云端的问题，它都要进行一个制裁。所以中美的科技战已经在开打了，经贸战更不要讲了啊！这个中国对于美国输入的一些什么高粱啊，也实施关税。这个还有猪肉、牛肉等等，那美国也对中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啊，或者一些机器产品也给关税。所以贸易战得打，科技战也得打，北韩战也得打，对不对啊？你看为什么这个王毅要赶着去这个北韩访问？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应接着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嘛，他要先去铺路。还有就是，可是习近平亲自跟金正恩谈好了。对，可是就是他的安全感还是不够。对他认为说，我跟你谈完之后，你又跟文在寅谈，文在寅谈，你要跟川普谈，那会谈什么东西？他要了解。而且还有就是说，习近平有可能在这个川金会之后，然后可能会访问平壤，所以他也在做铺路的工作。好，就是北韩也是一张牌，所以北韩也是个问题，然后这个经贸是个问题，科技还有台湾也是个问题。就是美国不断的这样的挺台湾，那对中国来讲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中美两边，当然两只这个大象在打架，台湾在旁边就很小心不要被踩到啊。那但是也不是只有我们有面临到这个问题，日本也是一样。你看安倍为什么也很紧张？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完之后，然后他看着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赶快跑去美国，想了解他们谈什么。所以我认为啦，其实。我们台湾面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们说是我们这个小国，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是个小国，其实全世界除了印度、俄罗斯、美国之外，哪一个不是小国？日本对中国来讲也算小国，韩国也算啦。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些小国面临到两个大国在竞争的时候，当然都要特别小心，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老师刚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上半场有里提到指导美国后援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对多米尼加下手。其实当然不是只有挖我们的外交墙角，因为毕竟它跟美国这么接近，然后加上我们看到拉丁美洲最近在整个局势上有一些显著的变化，包括说古巴新的总统上任，他已经不是卡斯楚家族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墨西哥，川普上任之前讲的围墙到现在还没有盖成，还在努力当中。那墨西哥的民众其实他跟美国接壤，他对于这件事情依旧没有人可以接受，所以究竟在拉丁美洲的这样的变化，加上中国对于拉丁美洲这么的积极。对美国而言，他接下来要怎么应对这样的状况？的确，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警讯，就是说，多米尼加跟巴拿马跟中共建交，其实对美国来讲，我认为他们应该要感到非常的紧张啊。其实巴拿马这个事情，我当初觉得是，当初我觉得川普是有一点刻意放水，就是当时我不懂放，就是说，其实我不认为美国不知道这个情报。我也不认为国务院不会把这个情报传回白宫，但是白宫其实对巴拿马应该有很多可以作为的，但是他没有作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某种程度，这我的研判，就是希望在中共在北韩问题上能够施加更大的力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某种放水，就是说我不去强势介入
啊。是协议式的还是川普？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当中国跟巴拿马建交完之后，巴拿马总统就去华盛顿访问了，就见了川普。川普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美国在对这个事情上是某种程度是给了中共一个他开门的一个利益吧。但是多米尼加这件事情我就有点看不透了。就是说，美国难道对多米尼加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吗？应该是会知道，因为美国对这些他的后院都有非常深的一些情报工作。我想当地的大使馆都在做情收，我想不会不知道。那为什么美国这次又容忍多米尼加跟这个中共建交？是这点我会觉得是台湾必须要特别小心的地方。那有可能就是说，美国如果巴拿马是一个个案，在多米尼加就变成通案了。那我觉得美国接下来是说，你要更加强化这些中南美洲国家的一些外交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现在19个，有10个还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对，我觉得美国要。是不是因为他国务院的重心都放在了亚洲？就是说他都把上来的庞贝欧，他不是这个强硬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如说很多人说那个媒体说这个美国说死不上力，多米尼加死不上力，那为什么会死不上力？是不愿意使力还是？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也凸显几个地方，可能他把重点放到亚洲，轻忽了这个他的后院。第二个。中共的这个给予的这个多米尼加的这些金额太高了，让美国大家也无法去阻止。对，那这些情况，我觉得是台湾要值得忧心的地方，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它的影响力在下滑，而中共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在增加。我们谈那么多后，那假设综合起来看，假设现在的两岸关系跟外交关系不是 zero sum， 不是一个零和的话，究竟我们还能有什么比较巧，或是走起来不要这么颠簸的路嘛？我觉得现在，我们之前对，因为我们的主权、我们的尊严，我觉得这个是丝毫没有空间的。那在兼顾这些前提之下，我们的路还有什么选择吗？我觉得现在能选择的空间很有限。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断的亲台，那你能拒绝吗？那如果说中共那边对蔡政府是比较善意的，但当然蔡政府可能要稍微不要那么的 over。比方说，老师讲到善意，我们主动释出善意是一个选项吗？或是说我们能怎么样主动释出善意？对中共吗？任何我觉得现在能够改善外交关系的释出善意。我觉得对于蔡政府来讲，现在陷入个两难。第一个就是说，蔡政府上台之后，他认为他对中共那边释出了很多善意，不挑衅。比如说，即便是川蔡通话，他也不张扬，而且是美国先发出讯息的，是川普先铺路的，所以就是说，蔡政府认为就职演说他也提到了，在宪法的架构下，对，就是说蔡政府认为我已经善尽了我应该做的了，但是你那边不领情，那他又遇到他内部有独派，例如说赖清德行政院长每天讲我是个台独工作者，这件事情我好奇，我请教老师的看法，在坊间在媒体间会流传一个解读，就是会不会他根本就是你的心里话的这个呈现者？你们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这个有可能，但是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各种场合讲这件事情，然后好像对总统而言就听若未闻，就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对，这个当然我觉得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是比较有可能解释的。另外就是说，蔡英文也面临到独派的压力嘛，独派认为他做的太少了。在这个有关于这个就我们民进党全面执政了，应该有做更多的证明的问题啦，或者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啦，认为他做的不够。可是呢，中共又认为他做太少，变成他变两面不是人。好，那现在变成说中共对台湾的打压，那你也看到蔡英文这两天他也不称对岸叫中国大陆了，他叫中国了，那他也要强硬了。然后加上美国不断的跟他释出善意，所以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现在就只能一边倒向美国了。我认为未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顶多就是邦交国再少。但是无邦交国论，老师怎么看？没有邦交国，中华民国就没有了，那就是台湾在起的事。对，就独派这个是比较阿 Q 的说法啦，就是台湾邦交国如果是中华民国邦交国是0的时候，就表示台湾独立了。反正中华民国这4个字已经丢到。可是老师，你教政治学，我当初在课本里学，一个国家要主权，要人民，要有领土。对。
主权在外交承认上，它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当然，主权当然是很重要，就是所以有邦交对我们来，我认为现在的大家的也是一个全民共识吧，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邦交国，但是这些邦交国如果是狮子大开口一定要钱，那大家就算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援助人家，而且我们的外交要经过立法院的这个预算，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无限上纲，就是全部给他，不可能。所以说这种东西，台湾民众也觉得算了，就是说你愿意跟我们谈一些合作，我们大家愿意，但是要漫无目的的开价，大家不会接受。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维持邦交国啊。那我也认为外交部可以做一些比较积极，我觉得以台湾的经济实力，全世界前5大的这个外汇存底国家，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小国，因为中共要面对是100多个国家。我不可能他每个都碰到，例如说他现在也发现一些